那新青安政策今年7月底就要到期啊，攏總是有額貸12萬多戶。不過，所有民間團體是認為講，目前這新青安政策是無一定會當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。有學者是建議，這政府會當結合到鼓勵生囝的政策，希望會當成做未來調整的參考。5天要精準，政策才有用。政策才有用。立委甲學者做伙呼籲，希望政府未來推出新青安2.0的時，會當調整申請的資格和補助的內容。有民團指出，目前推行的新青安政策資格限定傷過零，無限制年齡甲收入，年收入超過200萬，佮摕到補助的，就有18000多人。另外，政策嘛無規定愛頭一擺買厝的人才有資格，無一定會當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少年人。超過50歲以上拿到新青安的有6700人，請問他們是青年嗎？因為我們叫新青安。好，你名下沒有房子就可以來借的，我們沒有任何的排戶條款，我們也不管說你買的房子會不會超過你的負擔能力，這完全不在我們新青安的討論範圍。民團建議政府要針對年紀和收入的資格有較嚴格的限制，嘛要針對民眾的收入限制貸款的總額，避免民眾買超過會當負擔的厝。學者嘛呼籲，應該把補助的內容結合鼓勵生囝的政策，減輕民眾飼囝的負擔。國家鼓勵婚育，對不對？那鼓勵呢？真正的首購，你一定要鎖定特殊的身份族群，跟你的某些國家政策是符合的。立委嘛講，因會參考專家學者的建議，甲政府共同推動調整了後的新青安2.0，甲錢開佇對的所在，嘛互新的政策會當真正實現依序正義。記者桂宗林、賈桂林台北報道。